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埃及失联女孩池广莹这个大反转这个从哪儿说起呢？前两天大概是9月26号、27号一场跨国寻人活动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主角呢是21岁的美女应届毕业生池广莹，她是内蒙古包头市人，于8月6号独自前往埃及旅游，期间呢也不断的通过某音来分享旅游中的点点滴滴，跟国内的好闺蜜也时常保持联系。结果呢，在9月21号以后突然她就没了音信，感觉就是消失了，销声匿迹国内的亲朋好友怎么都联系不上她，一时间呢，各种担心猜测如潮水般的涌来，人们在脑海中想象着一个如此漂亮但涉世未深的女孩在神秘的埃及可能遭遇到的种种不幸。很多网友都感叹，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中国，哪里还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当时我记得红星新闻这个采访了池广莹的妈妈以及还有闺蜜，然后那个视频发出之后有很多 UP 主就做这个解说评论都是说这个埃及骗子多金字塔下都是骗子埃及打出租车遇到骗子，埃及旅游遇到骗子，买小吃遇到骗子。总之埃及的治安状况是非常非常差就是都是那个时候然后就是告诫人们出去旅游要小心尤其是这样一个女孩，那更得小心再加小心。我想大家回忆一下恐怕当时就是这种气氛。当然了，这件事里面最着急的包括池广莹的闺蜜小杨。这个小杨她的网名叫做泡泡睡不醒。就在几天前呢，这个池广莹她在埃及对吧，她跟小杨说国内太无聊了，要拉着小杨一起来埃及旅游，但是小杨没有去。不过他们每天还要分享视频和聊天。这个期间说这个池广莹还持续邀请小杨来埃及打工发展挣钱。那怎么就9月21号以后呢突然就失联了呢？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于是这个小杨就上网求助并报警。那小杨呢在网上详细的描述了池广莹在埃及的小区住处、体貌特征、纹身的形状以及身高体重等信息，希望在埃及的华人能够伸出援手帮忙寻找一下。9月26号晚上，池广莹的妈妈在面对记者采访时泣不成声。她说自己的女儿已经失联整整6天了，我们实在是太担心了。这个池广莹的妈妈说自己的女儿从小地理和历史的成绩就非常好，对埃及文化和金字塔非常非常向往。女儿大学毕业以后由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打算去埃及。一方面呢是去亲眼看看金字塔，另一方面也想在当地考察看看有没有发展的方向。闺蜜小杨说了当发现联系不上池广莹后就立即询问池广莹的妈妈。结果呢池广莹的妈妈也发现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家人和朋友们均回忆池广莹失联之前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异常的。这个闺蜜小杨说池广莹只说独自一个人呢在国外有点害怕，有点孤单而且多次让这个她的闺蜜到埃及去陪她。这个闺蜜小杨还说了家人和朋友们都不知道这个池广莹在埃及的具体地址、租住的房子以及具体的门牌号，希望知情人能够提供线索。这个小杨和池广莹的妈妈均表示池广莹在埃及没有什么其他朋友，平常呢除了埃及的景点之外不会出门。池广莹的妈妈还说前几天呢女儿还报名了一个线上学习英语的课程，想要提高英语水平。池广莹的妈妈已经于9月25号向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求助。那使馆工作人员也表示，如果有池广莹的消息会第一时间跟家属取得联系。那这个事情的转折在什么时候呢？大翻车就在9月28号，埃及官方发了一个通告，一下揭开了这个事件的面纱。9月28号，从埃及传来的消息，池广莹被当地警方逮捕。就直到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池广莹是不是被误会了？也有人说池广莹是不是做那种黄色交易就是性交易或者是池广莹落入了这个人贩子之手对吧？被迫从事一些卖淫这个活动但都有这各种传言结果都不是。北京时间9月30号凌晨，埃及内政部官网
社交账号发文，对此事进行了通报。通报中说啊，关于部分社交媒体账号所传播的有关一名中国的女生在埃及境内失踪的消息，经过调查跟核实，她与其他几个人已经被依法逮捕。为什么逮捕呢？因为池管营隶属于一个专门从事电子诈骗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共8名成员啊，这个也就是一网打尽啊。该团伙的犯罪活动主要是以在埃及从事电子商务工作为名，诱骗受害者，大部分是其本国的同胞，待其抵达后便实施绑架，并强迫他们跟家人联系，以支付通过电子平台发送的赎金。警方呢已经将他们逮捕，并查获了枪支、刀还有电击枪等武器，以及若干包含犯罪活动证据的手机。同时，一名与他在一起的上述国籍的被绑架者已经获救。至此啊，这个池管营失踪的啊这个神秘的面纱就揭开了。你以为他是受害者，人家却是叫扮猪吃老虎啊！你以为他是绵羊，实际上他是狼；你以为他是个漂亮的小女孩，实际上他是一个残暴的绑匪。又有多少人眼睛啊都碎了一地啊！这个埃及的治安能不乱吗？对吧？都是这些人去。我想啊，这整个事情里面，翻车的无所谓，因为互联网上这东西经常翻车。这最主要原因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就是我们特别喜欢，而且这个叫先入为主，就是只听信一方的这个说法，只要这个一说，我们马上就本能的就信了之后就开始起反应。但我第一次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没有聊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啊应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因为掌握的信息太少了，你没法聊。果不其然啊，要这么快就翻车，让那些啊当初为这个池管营失踪啊所担心的那些人、那些网友现在怎么看？但是我想啊，这里面最伤心的、最难过的，或者叫有劫后余生啊，应该是池管营的闺蜜小杨，对吧？起初又是担心自己的闺蜜啊失踪了，下落不明，为她的人身安全担心，这个可以理解的吧？然后又上网求助，又是报警。我想啊，她至少有1个星期啊，恐怕都是惴惴不安，吃不好睡不好，焦虑。没想到啊，她是人家惦记的对象，是人家惦记的猎物。这个池管营也并不是失踪，池管营是9月27号被当地警方拘留，她也不是一个受害者，而且她是啊那8人团伙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女性，而且她也不是这个被迫去干这个事的，一个在妈妈口中啊乖乖女的这么一个女孩子，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绑架同胞的犯罪分子。还有很多埃及的华人啊，受这个她闺蜜啊小杨的委托，以及她妈妈寻人啊，这个在埃及的热心那些华人呢、同胞啊、华侨，真的是啊放下手头工作，亲自啊跑了3个警察局去找人，去询问呢，到处是打听，并且还有人呢这个自己花钱请翻译，对吧？让这些人如何面对呢？这个网上啊有一个叫泡泡睡不醒的这个账号啊，他应该是昨天啊10月1号，他又更新了一下他这个动态，他把这个来龙去脉啊又捋了一遍。他说，关于我找埃及失联的朋友这件事，他说我是新闻中的小杨。他说7月28号啊，他把时间线捋了一遍，你就发现有端倪。他说7月28号，他说他和我说去埃及，只跟我说无聊想出国玩，然后8月5号这一天啊，他说他8月6号就要走了，就要出发，然后把他和另外一个闺蜜啊叫出去吃饭，哎，对吧？这告别啊，送行。然后这个小杨啊还开玩笑说，你怎么突然有钱，对吧？跑到埃及旅行啊，就这意思啊，因为他们是闺蜜嘛，对吧？各自的经济条件他们应该清楚。然后这个池管营说啊，他是意外之财，就是突然就是不知道干啥赚了一笔钱，有了一笔钱，然后还邀请小杨一起去埃及，然后这个小杨当时就拒绝了。那么8月6号这一天啊，这个池管营就到达了广州，8月9号池管营就到达了埃及，然后就开始发照片给这个小杨，跟他分享照片啊。8月10号这个端倪就在这儿啊，8月10号啊分享天气后，这个小杨啊发现池管营所住的房间阳台挂着一条男士内裤，我怀疑他不是自己去的，他说给我拍视频也没有拍，这个就是小杨他就怀疑了啊，他就因为这个池管营走的时候啊，跟小杨说他是自己去埃及旅游，向往金字塔嘛，先去旅游，然后再去考察，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那这个时候小杨就怀疑他不是一个人去的，因为他的那个池管营
房间里面啊晾着一条男士内裤，阳台上呢。但是这个小杨啊觉得这个池管营不想说，他也就不再往下细问，就没有深究啊，人家不愿意说。然后到了3天以后啊，就是8月13号，这个池管营他就拍，他说他租了房子了，然后他拍视频的时候啊，就无意中拍到了餐桌上有2份快餐。因为这个池管营他在埃及是没有朋友的，也没有同学，他说他一个人去埃及，那怎么在埃及那么快，对吧？才短短的1个星期，他就2个人，他们就有了个朋友，而且这个朋友很可能是异性啊，这也太快了吧？然后2个人2份快餐。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池管营就开始告诉这个杨某啊，告诉她闺蜜说她认识了一个外国人，说这个外国人呢就是帮她拿护照，也就是当地啊给她一些帮助的这么一个人。那这个她的闺蜜还跟她开玩笑，那是不是他们俩在谈恋爱？大概这意思啊。8月15号，这个池管营再次邀请啊这个小杨去埃及。然后8月17号，这个小杨啊，他发现这个池管营分享的这个很多社交媒体上这些照片啊，他看到啊这个池管营啊买了很多调料，就是做饭的调料啊，买盐还买错了，把盐呢买成了，他本来买盐的，他买味精了，就把盐和味精的分不清。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池管营不仅租了房子，还准备定居，对吧？还要做饭嘛，他也就说明他不是短期啊在那儿住。8月24号他出发去亚历山大，9月1号他说他想回家了，就想家了。那个小杨就赶紧说啊，那你赶紧回了吧。9月3号，这个池管营的分享动态说他分手了，心情不好，要找这个小杨聊天。9月7号，这个小杨啊就问池管营什么时候回来。5天以后啊，这个池管营好像又恢复正常了，又不想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还跟这个小杨说啊，如果你没有工作啊，你就到埃及来，没有钱不要紧，机票我替你买，费用我给你报销，你到埃及来有工作。哎，你看啊，你现在想一想，这个小杨是不是后脊背发凉？如果当时信了这个闺蜜的话，那就去埃及了，那至少去玩一玩，看一看，对不对？金字塔看看也没毛病啊。后面啊，9月15号，这个池管营啊出去玩，碰到了著名演员，并合影分享给我，哪个演员不知道啊。9月19号，他用我手机号买了2节英语课，说要学英语，给我拍了学习笔记啊，这个就是用小杨的手机号买的啊。9月20号到21号，微信未聊天分享视频，就给他发了视频。9月22号失联，那么后面9月23号开始发布寻人帖，并联系他父母查询护照，报告大使馆。9月24号到9月29号，通过广大网友帮助，他才找到啊这个池管营在埃及的住址，然后他也得知了电话以及21日被拘留的消息。9月29号，小杨上午去看望了他的父母，晚上小杨和池管营的父母还有弟弟一起吃了饭，商讨他的事情。这个池管营的妈妈总是在流泪，他怕女儿不能平安回来。9月30号，这个池管营刷到了网友的帖子，他是犯罪分子被捕的消息被公开，并告知他父母。事情的前因后果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小杨啊，他说了，他去的时候跟我说是玩旅居，我并不知道他去埃及的真实目的和原因。我通过这个小杨啊，他把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他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之后，我就发现他们9月20号在网上发动网友啊，发动埃及的华人去帮他找这个池管营，他们隐瞒了很多信息。哎，这就是我说的啊，咱们以后啊，有网友在网上看到这些事情，你先不要着急，因为这些人都是要利用网友的这种，对吧，8到15岁这种特征，就知道他一说，那很多人就马上就来劲，一下就能把你这个情绪点燃，然后就被他利用。实际上他隐瞒了很多关键信息啊，如果他当时就把这些信息给列出来，那恐怕就很多人就能分析这个事情不寻常，对吧？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孩向往埃及金字塔，向往埃及的文化，然后去那儿旅游，这个一看就是策划好的。这个肯定也不是啊，池管营在埃及之后被别人发展为这个犯罪分子的，或者是被绑架，这个我推测啊，更像是蓄意为之。也就是说他在国内，他恐怕已经跟这些犯罪分子啊已经取得联系了。那么他在国内这个池管营啊，是不是知道他去埃及是要做这些犯罪，这个成为犯罪团伙的一个成员？这个不一定好说啊，这个咱们也不能乱说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国内就已经跟在埃及的这些犯罪分子已经取得联系，也有可能是埃及的犯罪分子跟他在，对吧，平时通过社交媒体这么沟通的时候啊，恐怕也引诱他，对吧，到埃及来找工作，埃及的机会好，到埃及来做电子商务，然后等他去了之后，把他发展成他们犯罪团伙的一员，这是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当然了，结果很快就知道了，因为他已经落网了，这警方啊一定会把这个查出一个水落石出啊。就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我们从中要
也得到一个什么教训呢？首先一个啊，就是像这种事情在网上求助，小杨以及这个池管营的父母，对吧？你不能这个挑有利的说，关键信息他都隐瞒，然后挑动网友情绪，这个实际上是不好的，对吧？这个就类似于那个比如诈捐呐、骗捐呐，不是一个意思吗？你伤害了网友的感情，对吧？以后真的有人遇到困难需要人帮忙的时候，没人再去了。如果真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小女孩跑到埃及去玩，真的遇到歹徒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在网上求助，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啊，谁会信呢？所以这个在消耗公众的这种叫热情，这个是不对的，对吧？你要求助的话，应该把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要说清楚。作为闺蜜啊，但你发现，对吧？你对她是很了解的，她一个人到了埃及这么短短的几天，居然有男朋友，这个难道不值得怀疑吗？对吧？应该是高度怀疑啊，对吧？你在国内上学都没有男朋友，或者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这么到了埃及就2天3天，这是不正常的，对吧？就这种反常应该引起警觉啊、警惕啊，尤其是在这种特殊时期，对吧？他已经失联了，那你的第一怀疑对象就是池管营出现的那个房子了，对吧？那个男的，男士内裤，然后还有那个吃饭2份快餐。第二个，从这个池管营父母来说啊，我也不知道他父母是怎么教育，或者是怎么关心他女儿的。这个我在以前很多节目里都说过，很多家长对自己孩子根本就不了解，在他的心目中，孩子永远是乖乖女，儿子都是好孩子。那很多这个有问题的青少年啊，对吧？那些辍学的，或者是在学校里这个搞这个校园暴力的那些坏孩子，他回到家，在家长心目中那都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家长对孩子根本就他就表面关心，他其实不了解孩子。所以你看，在这个池管营母亲，对吧，跟记者面前说的，那他女儿就是个温驯的小绵羊，对吧？是个典型的乖乖女，爱学习、爱旅游、爱生活，你怎么可能把她跟一个绑匪联系到一起呢？也就是他母亲啊，就他家里人对他女儿的思想动态一点都不了解，或者了解仅属于这种表面。实际上很多家长都这样，然后孩子出了事，要么不是埋怨学校，就是埋怨社会，要么就是找有关部门，反正就是维权反正都是你们的错，我家孩子就是好孩子，对吧？出事了他开始维权闹，出事之前他根本就不关心，就是没有真正关心，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我记得湖南还是重庆那个胖猫，对吧？那个事情闹多大呀？那实际上就是家里人对那个小孩一点都不关心，对他的所有的异常表现也不闻不问，然后等他死了，好，开始闹了，我这个儿子多好，我这个哥哥多好，家庭的顶梁柱。你看所有的出事都是这么个特征，就是他不是真的去关心。然后啊，就是他这个事情怎么被警方啊给埃及警方给抓住的呢？我们也只能推测啊，因为现在警方并没有告诉更多，只是推测。这个埃及大家知道吗？它跟咱这不一样，我们这儿那是相当的叫什么叫开放或者叫文明，埃及还是穆斯林国家、伊斯兰国家。这埃及啊，它好像比土耳其还要宗教化，那土耳其还比较世俗一点啊。宗教化国家什么意思？就是穆斯林国家什么意思啊？一个女孩子跟着一个男的到他家去，这个就像在北京的那个朝阳一样，那朝阳大妈是要去举报的，因为这个在当地这叫有伤风化。那么这个女孩跟那个男的住一块，估计啊是被人举报了，举报之后警方啊去搜查或者怎么着，就把这个团伙给查出来了，恐怕就是叫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很有可能这样啊。像这种情况你在国内，对吧？这北京、上海或者杭州，这叫司空见惯，没人会关心这个。但是你要在穆斯林国家那是不行的。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啊，叫防火防盗防闺蜜啊。这个小杨幸好啊没有去，对吧？这一念之差啊，如果当时他要去了，那就完了。所以这个事情对吃瓜群众来说啊，也要提高警惕。这种事情说不定在你身边啊也会发生啊。随着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啊，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更加倾向于啊通过这种非法手段。这个由于小杨还有这个池管营的母亲家里人呢对池管营缺乏了解，所以这个池管营这个人他是不是在国内就已经加入一些什么秘密组织，这都很难说啊。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啊，这个正好啊，缅北这个名家这个电诈主犯，对吧？一共是20多人呢，然后在温州这个法院已经审完了，11个死刑，11个死缓，还有几个是无期徒刑等等啊。这个缅北电诈被打掉以后啊，这个诈骗是不是并没有他叫断根，而只是把那个地方给打掉了？那这些诈骗分子恐怕是从缅北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四散而逃啊，对吧？化整为零，有的跑到老挝、柬埔寨，有的跑到什么迪拜，对吧？有的跑到菲律宾，有的跑到中亚，那这个跑到埃及的恐怕跟这也有点关系啊。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有很多免签
免签证的国家，就是对咱们啊，对中国人免签的都要注意，因为这个对犯罪分子来说，他们就更容易的把国内的人骗过去。我们现在国内找工作非常难，就业难，那必然会导致很多年轻人呢没有办法，对吧？把眼光看往国内、国外，到国外去找工作，这个心情可以理解啊。到国外找工作也很有必要，对吧？到那些这个收入高的、工作好找的地方去，但是一定要防被骗，对吧？自己要有个警惕性啊，凡事多想一想，不要出国找工作，工作没找到自己变成别人的猎物。我们也不能因为某一个地方出现了这种不好的事情这种诈骗或者绑架，你就认为那地方有问题不好，也不能这么以偏概全。但是你要关注一下什么地方像这种案子，它是偶发还是高发，对吧？它是偶尔发一次，那说明这个不要紧。如果这个地方老是出现这种事情，那你就要注意了。现在有几个地方有专门针对华人的绑架，他就专门绑架华人，尤其是中国内地的人，专攻这个赛道的，所以要警惕年轻人，对吧？大学生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千万不要自己一时糊涂被一些什么组织骗了，对吧？加入某些组织，那些组织给你某些承诺。我在有一期节目说了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信息隔离。什么叫信息隔离呢？就是让你要保密，坚决不能告诉别人，对吧？我记得我在那节目说了，你越是这样的，你越要告诉别人，对吧？你越要跟家长、跟老师或者跟身边的人说，对吧？这是打破你信息茧房，这是防止上当受骗的第一步。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